是马首飞，我们快出去看看。哎，你回来啦！干什么呀你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别老这么转悠啊！你快下来，晕死我了！哇，好肥的一只鸟啊！不是鸟，是我。是你呀！你那么呆着干嘛呀？好玩吗？一点都不好玩，快想办法让我下来！那你快下来呀！我光学飞了，没学怎么停。王姨，快教他怎么停啊！糟了，那本秘籍只有上半部，没有下半部。没有下半部会怎么样啊？没有下半部，我就不能让他下来啊。那下半部呢？让虫给吃了。快想办法呀！我不能一直这么飞呀！哎呀！行了，我想想办法。怎么停啊！救我呀！快一点啊！快想办法呀！你看到那边有棵大树了没有啊？哦，我看见了。你呀，就用力的朝那儿飞过去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哦，飞呀！玩死我了！马首飞，你没事吧？还差一步。哎，马首飞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我姐姐呢？我看见冬青被一个白衣蒙面人救走了。白衣蒙面人救走冬青，就送你到这儿了。为什么要杀我爹？杨伯伯不是我杀的。不是。不是。那你告诉我，谁是凶手？我只能告诉你，不是我杀的。你分明就是狡辩。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救他？我救不了。救不了？你忘了我爹以前是怎么对你的吗？他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你居然见死不救。他对我再好，也是大逆不道的反贼。我劝你趁早离开醉月楼，以免步你爹的后尘。大逆不道的人是你。我言尽于此，随你信不信。是袁将军派来的13铁骑。我13兄弟分3路进城，其中2路人先后遭到官府的人埋伏，另1路人则下落不明。又是叶红英。我怀疑军情已经泄露，13铁骑中必有内奸。壮士，壮士。送你上路。他爹死你哭那是干嘛？我看姐姐哭这么伤心，我就想爷爷。我想起我爹老马来。
梁大人，鹰犬当道，不能把你风光大葬，实在是委屈你了。你放心吧，冬青我会替你照顾的，你一路走好。花姨说，这坟里埋的人叫杨莲。杨莲是谁？年纪比我大吗？这得找师傅问问。站长，我进去看看。哎，我这。白银千两，哎，谁死了还这么值钱呢？这不白纸黑字都写着呢吗？你不识字？谁说我不识字了？字儿不识我。哎，小哥，你行行好，你给我说一下，谁死了这么值钱？12品左都御史杨莲。杨莲，你爹入土为安了，你是了了桩心事，可我心里悬着的这块大石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放得下。花姨，我可知道你心里那块大石头，就是那个女疯子吧？嗨，被打晕了居然还能打呼，太奇怪了。你少在这里跟我没心没肺的耍嘴皮子了，要不是为了你，我会摊上这种麻烦吗？华姨，这次多亏了马尚飞，姐姐才能顺利的把他爹给安葬了。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你就别说他了。哎，看你说的，这么客气干什么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再说我也是误打误撞嘛，啊。花姨，这次害你为我操了这么多心，我道歉。嗨，你也没做错什么，道什么歉啊？你别看我平时咋咋呼呼的，其实我心里明白透亮得很。你是为了尽份孝道，才这么鲁莽行事。如果我要再怪罪你什么的话，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？哎，对了，我刚才听马尚飞说，这次你能够平安脱险，是因为有一个白衣蒙面人帮了你。那个人是谁呀？对呀，姐姐，你快告诉我们吧。该不会又是他吧？先不谈这个。对了，花姨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袁将军派来的13铁骑呀！啊，真是袁将军派13铁骑来救我们了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从此以后啊，我再也不怕那个女疯子来逼婚了。姐姐，你快带我去见她呀！只可惜，他已经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他临终之前还告诉我，13铁骑分成3路进城，其中2路在途中遭到了朝廷鹰犬的埋伏。这就说明，一定是有人泄露了军情，剩下3人之中必有内奸。内奸？看来我的猜测果然没错。花姨，你知道什么了？姐姐，花姨一直怀疑之前来我们醉月楼的那3个人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内奸。所以才不让他们知道我就是爷爷的孙子。另外，花姨，我插一句，能不能让我们俩换回男儿身呀？每天这样真是太难受了，上茅房我都不知道去哪间。我也是。你那时灵时不灵的功夫啊，可千万别说是我教的，我可不想丢这个人。你们啊，好好听我的，照我的话去做，才能保住你们2个的小命。这次我有办法把这白银1000两装进咱俩的口袋。我没兴趣。你一定会有兴趣。我
我跟你说，我知道这个反贼杨连的尸体在哪儿。什么？我亲眼看见那个墓碑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杨连2个字，是醉月楼的花姨给这个杨连收尸埋葬的。胡说！你根本就不识字。我跟你说，我亲耳听到这个醉月楼的花姨，还有那个杨冬晴在那儿哭喊着：“哎呀，杨连呐，杨连呐！”哎呦，这个场面那是非常动人呐，很感人，很动人。而且我还知道，这个杨冬晴就是反贼杨连的女儿。你真的知道？当然知道了。这巡抚衙门已经贴出告榜了，悬赏白银1000两。你看得懂榜文？师傅，虽然说我不认识几个字儿，啊不是，虽然说几个字儿不认识我，可是我的嘴会问呢，是那些街坊告诉我的。师傅，虽然说我一直不知道您是在哪个行当上发财的，但是我心里明白，师傅您一定是一个浪迹天涯、闯荡江湖的真英雄。所以说，我决定把这个白银1000两我给他赚回来，我天天把您供养着，您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要不这样好不好？您干脆把您那个很危险呐、很辛苦的那工作给辞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把您当我亲爹一样供着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上巡抚衙门领钱去啊！回来，领什么钱？悬赏花红啊！我决定去告密去啊！哎呦，师傅，您徒弟我那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人渣，您太低估我了。您可爱的徒弟我曾庸啊，是一个极品人渣。嘿嘿，我决定啊，把这件事情1五1十的找巡抚大人潘汝贞潘大人，我向他告密去。你敢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若有第3个人知道，我向你保证，明年的这个时候，你坟头上的草一定比现在的你长得还要高。师傅。